4月咧係壓力醒覺月，咁喺過兩日嚟啊，我哋同大家講到，如果長期精力耗盡出現 burnout 嘅情況，咁對身心有啲乜嘢嘅影響，同埋有啲乜嘢嘅 tips 可以係對抗壓力。咁我哋嘅受訪者廖宇蘭呢係精神科醫生嚟，佢亦都係一位媽媽。咁廖醫生點樣去應對兼顧家庭同工作嘅壓力呢？我多數咧，即係如果能夠做工嘅時候咧，即係揾一個環境係比較安靜嘅嚇，即係我屋企嘅小朋友，佢哋都知道媽媽做工嗰陣咧，唔好嚟揾打擾媽媽，唔好揾嚟入嚟問媽媽幫佢做嘢啊咁樣。好似話，我有個好朋友嚇，佢做過比較好多嘅責任，好大嘅責任咧，好多時咧佢即係瞓覺嘅時候啊，或者即係休息嘅時候啊，佢都係睇公司嗰啲信息嚇，嗰啲 email，好多時咧即係冇一個呢個即係界限所以使到自己個壓力咧，佢係比較長期比較多壓力咧，就係即係呢個需求嗰個需要同埋呢個資源咧有個失衡好多時即係如果先生啊或者家人可以分擔責任啊，接受我哋自己可以做職業媽媽嘅話，可以接受幫助嘅話咧，呢個好重要即係錢唔怕用即係佢如果能夠有啲錢嘅話，可以請人幫手清潔啊，或者係外面買餸啊。如果能夠有呢個支持嘅話咧，就會或者壓力就會少啲。另一方面咧，即係如果能夠有呢個專業支持下，比如話你繼續係覺得絕望啊、無助啊、麻木嘅話咧，同埋失眠係長期嘅話咧，好重要能夠嚟揾醫生幫心理輔導員傾一下或者我哋精神科嚟傾一下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步。咁大家如果想回顧呢幾集關於壓力與健康嘅報導嘅話，係可以瀏覽本台嘅網站 ktsf.com，點擊呢一則嘅報導。